较点有更较好看，就我要送互大家。好，继续要甲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节目，真好听怎样好听呢？因为这节目是一个乐器，什么乐器呢？叫做唢呐，知影唢呐？鼓吹叫鼓吹啦，这个鼓吹真正够顺啊！大声欢迎欧小青。哦，这个水查某要甲你分鼓吹，咱来听我的分什么？互相走街串巷拜年啊，身体好啊！有够咱这老六，你气有nào？有好，咱今仔日食第一个上帝庙啊，真热烈啊！有正侪进入团的朋友来到下营，来到咱的上帝庙来新年拜拜，求新年保庇咱大家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身体健康好，继续欧小青要甲大家介绍，大家讲一下。